Inabayan ji ai jumadrasku gemai kasavaganku这一段是卑南语，等一下我来解释是什么哈。那谢谢教会的接纳，让我能够代表玉山神学院在这里给大家请安来，还有这个致谢。我们特别感谢去年这个0403的地震之后呢，富强教会还有许多台湾人教会为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关心跟奉献，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地震之后许多建筑的这个损害，还有我们在山坡地的这个补强工程。那因为大家的爱跟分享，玉神的师职生呢，我们才可以安心继续的努力在这个学习上主的教导，我们也努力的参与在教会的各项的服事的事工里面。那我想大家可能还在想，玉山神学院在哪里？那玉山神学院在花莲的鲤鱼潭，那就容许我用短短的一个影片来给大家看看玉山神学院的过去、现在，还有我们未来的展望，还有这个地震的这一些报告。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个短短的影片。分布在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各个地区不同的部落来开各教室，让我们的长职有机会继续进修。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教室的状况，我们大概有400多位的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一起上课。玉山神学院也开始跟加拿大的原住民神学院合作，我们开了第一个玉山神学院的原住民神学博士课程。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灾后的一些重建的进度。这些是部分的重建的照片。那大部分的建筑物，感谢主，虽然有一些龟裂，或者是地面上有一些这个裂开的状况，但是在大家的关心带导下，我们慢慢的都有把它修复。这个是男生宿舍外面的柏油路，虽然已经修好了，但是那个宿舍已经不能住了哈，所以我们正在期待未来能够怎么样重新整建男生宿舍。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继续进修，玉山神学院其实也有招收一般的非原住民的学生，那我们目前也有大概5、6位的非原住民学生。那如果对这个原住民神学博士相关的学位有兴趣，也可以跟我联络，因为这是我负责的工作。那以下是我们的今年开始的一些计划跟我们的经费需要，也请大家关心带导。另外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寿丰的鲤鱼潭呢，玉神有一个会馆，那你们随时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那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地方。好，谢谢大家。玉神蛮漂亮的，对不对？对哈，这个是鲤鱼潭的照片，这个是我自己照的。
有一天在旅坛散步的时候，那个清晨感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有这样的机会拍下这张照片哈。那今天的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这个耶稣要呼召人的故事。那我真的是我忘记了这张投影片哈，我还是要讲一下，真的是谢谢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哈能够在过去的10日里面都非常的在乎也关心为我们原住民的教会代祷。好，那今天的分享呢是在讲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到加利利湖边去呼召门徒时候的这个故事。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那我们常常在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呢，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圣经故事来对比一下？那我自己其实常常这样做。那我今天要邀请大家呢，透过我的生命故事，重新再去认识这一段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的那一个行动跟那一刻的感动哈。在耶稣的时代呢，加利利湖边的渔产很丰盛。那大家都知道，那里有很多的渔船聚集，然后市集也是这个人潮来来往往的哈。那个是耶稣一开始宣教的主要传福音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传福音，就是要带领其他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主。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说要到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去。那这个耶稣要开始宣教的时候，他第一步就是这样做。他并没有用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能力来医治人或者是行神迹来引人这个认识主，反倒是他走到了加利利湖边，那对湖边的这些人来宣传福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来这里呼召人来跟从他，就是找人来帮忙一起传福音。那耶稣选的门徒他不是做官的，也不是读很多书的人，而是那些没有什么特别的一般人就像是在这个加利利湖旁边的这一些渔夫们。那住在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些当地人呢，耶稣是从来不嫌弃他们的背景，而且呢，他也乐于跟不同的恩赐的这个同工来一起服侍，因为他知道渔夫在加利利湖边是用这个在地的语言传讲福音。那比起那些穿金戴银讲这个很高尚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这些祭司更能让人相信。所以加利利湖边的这4个渔夫呢，就成为了耶稣呼召的第一批重要的门徒。那耶稣选的一般人，或者我们说在地人，那不就是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我。所以我常常认为呢，这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兄姐，我们跟随耶稣的故事。今天的经节呢，大家最常拿来讨论的是这个经节里面的第4章19节，当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我们常常用这几个字来鼓励大家要服侍，但我今天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想的是这个西门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听到耶稣呼召时的那个动作。在4章20节的那个动作，当他们听到耶稣呼召时，他们立刻把网放下，他们放下渔网去跟随耶稣。立刻放下，这4个字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放下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当我们的这个书包太重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先放下来，让肩膀休息一下。好，当我们吃饱饭以后，我们会把用餐用完的这些碗筷放下。可是放下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是一种很困难的决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2个兄弟当他们听见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立刻把渔网放下，跟随耶稣。大家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渔夫怎么可以把他赚钱为生的工具想都不想就放下？我们如果再把他想的传神一点，他根本就是丢了，把他渔网丢了，去跟随耶稣。渔夫难道不想明天要吃什么？我不打鱼，我的家人吃什么？可是经文却这样告诉我们，经文说，除了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以外，另外一对兄弟约翰、雅各也是这样。约翰跟雅各甚至把他们的老父亲跟他们的船放下，离开了老父亲跟船，去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他们，渔夫们就跟随。
那我一开始用了一个简短的这个卑南语跟大家互动，然后问安。Inawayan 是卑南语的你好，我是来自台东的卡萨巴干部落，卑南族的原住民。我要再站出来给大家看一次我的衣服哈，因为你们要在2350个人之间，你才会找到一个卑南族，而且卑南族很少这样子盛装出席哈。当然这个不是因为我今天要讲到，我们常常卑南族聚会，我们就会很开心，给大家看一下。有人问我背后的这个铃铛什么意思哈？其实有一个很浪漫的意思。我今天有一点时间，我稍微讲。卑南族人很少，大概11000个人，所以我们在2350万人的台湾里面，你可能只能2000多个人里面看到一个我们，但你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啊。你大概认得出来张惠妹啦，哈，或者是那个纪晓君，好。那我背后的这个铃铛，当我走动的时候，它会有声音。我们常常在跳舞的时候是听铃铛来辨别这个女性她的舞蹈的动作有没有美丽。比如说我跳舞会有，就会有这个声音。我们卑南族很爱跳舞，很多的这样的声音哈。那卑南族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只有在台东。如果你有机会到台东的话，也欢迎你到卑南族的部落哈。那卑南族讲完了，我们来讲下一个哈。我从小的梦想是当老师，跟很多人一样。我女儿现在也很想当老师，可是我大学的时候哈没有那么认真，我大学考了3年才考上。我考上了东海社工系。1999年呢，我从东海社工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想圆梦，所以我就跑到这个花莲的瑞穗去考了这个代理教师，就是代课老师。那我这个梦就成真了，我就去这个瑞穗国小，花莲的瑞穗国小。大家知道花莲瑞穗有很棒的温泉哈，那我在那里就当了代课老师。可是呢，我这个老师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1999年9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921地震。好，那一天我在办公室被摇的，真的不知道要掉眼泪还是要尖叫哈，因为你不能叫啊，小孩子听到你尖叫，他们会太害怕。当时呢，地震发生了没有多久以后，有一个东海社工的学姐，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学姐，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同志，我们灾区没有社工。”我们回到1999年，当时社工并不是一个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哈，要找社工并不简单。那现在其实是蛮多人知道社工这个工作。当我听到学姐说灾区的教会事工需要社工的时候，我那1秒钟，不知道哪个脑子里哪根筋突然就转了，我决定我要辞去我的梦想老师这个工作。我想要像约翰他们一样哈，像彼得一样。把渔网放下，我决定我要去灾区的雾峰服务。我这个决定让我家人骂得要死，因为你想，1999年的时候当老师是不是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对，我是台东人，然后我在花莲教书。我要去做社工，当年大家以为社工是义工，没钱没有钱的，好，又离得远，家里的人骂我骂得要死，但我还是决定要放下我的老师梦。我想我的家人不太能明白，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啊，就好像当彼得听到耶稣说“来跟从我”时候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激动。这4个渔夫，他们可能已经听过别人讲耶稣的故事，或者他们自己亲身听过耶稣跟他们讲故事。但当耶稣跟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难道这4个渔夫心里没有挣扎吗？我想可能有的。可是他们仍然决定要放下一切，立刻回应上主。他们放下一切，就是他们赚钱的这个维生的这个渔网，并不是一种很盲目的牺牲啊。因为渔夫们知道，我们人从上主接受了一口气，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拥有的一切是主的恩典。同时，渔夫们也知道，作为门徒，我们并不需要为了明天忧虑。我们不用为了明天吃什么穿什么而感到紧张，因为在主凡事都能。渔夫们更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把一切放下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得救，而是要跟随耶稣一起扛起这个福音的十字架，让更多人因为认识主而蒙福。这也就是这段故事在告诉我们的：放下一切，跟随主的一个恩典。
921地震关怀站工作以后啊，我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我都在教会里面工作。那曾经跟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现在有好多位呢，都做了传道人或牧师。那很多位甚至都还在教会机构里面，或者是成为教会的干事。那富强教会也有一位我以前遇到的一个青年朋友哈，但他现在也是一个妈妈，刚刚有跟他 say hello， 就是罗秀婉执事干事。他以前是雾峰教会的会友哈。我虽然放弃了我的老师梦，但是我就像今天的经文说的，我因为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我也为主得人如得鱼。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姐啊，因为你讲的那句话，我决定要一生服侍主。”所以他现在是一个牧师。服侍虽然有很多的鼓励，但是人终究很有限。那我服侍了10多年以后，心里感到非常的疲惫。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回台东的家乡去呢，还是我继续要下一个阶段的梦想。那我当年下一个阶段的梦想是出国读书哈。那正在我决定的前1个礼拜，我就到了教会去参加主日礼拜。那个时候，牧师就告诉我们，他说：“各位会友，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不仅要坐在礼拜堂里面的信徒，我们更要努力成为和耶稣一同扛起十字架使命的门徒。”就在那1秒钟，那句话讲完的那1秒钟，我的头脑里突然出现了玉山神学院5个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印证跟呼召，他们会很开心。但是当年的我看到这5个字，我吓死了，我真的吓死了。因为从我20几岁开始在教会服侍，有多少位的牧者同工曾经鼓励我说：“哎呀，你要去读神学院。”甚至有几位牧者说：“哎呀，如果你读神学院，我们教会就支持你，不管你读多高，我们为你来关心代祷奉献。”可是我从来没有答应他们呢。我一直认为，而且我也这样回应他们说：“牧师啊，长老执事们啊，读神学院并不是我的十字架。”所以当那个主日我坐在礼拜堂里面，我听到牧师讲完那一句鼓励，我的脑海里面跑出这个玉山神学院5个字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那一天距离玉山神学院考试就10天的时间。我心里想，都快考试了，怎么会叫我去读神学院？但我一个好朋友问我：“阿样，你是不是相信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我说是。他说：“那你就去报名，你就去考试。”所以我努力祷告，放下了我的害怕，我真的接受了这个。玉山神学院真的接纳了我的报名，都快考试了哦，接纳了我的报名，而且放榜那一天，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那是你的名字，玉山神学院接纳你。”我这个时候才了解到，我放下一切，并没有失去。神为我开了另外一扇门，而且是我以前很害怕、从来不敢开的门。那这一扇门就为我打开了。放下一切跟随主，是基督徒活出我们信仰的一种重要的行动，而且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说：“来跟从我。”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来跟在我的后面。那这个就是说，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是一个在前面引导，那一个在后面跟随。那也可以看得出，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有一个主仆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要回应上主的呼召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简单，说我们去拿水给耶稣洗脚就没事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跟在耶稣的身后，学习他的服事，然后按照他所教导的努力来得人如得鱼。所以这么说来，渔夫他们放下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害怕呀。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会因为跟随主耶稣而得到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而感到更丰盛。921地震时候的那通电话呢，我就立刻放下了我的老师梦，到灾区服事。那当我在那个主日礼拜听到玉山神学院5个字呢，我也去考了神学院。神学院2年的这个进修，让我的信仰更坚定。而且呢，我也在每一天的生活跟学习中亲身经历主满满的恩典。上主不仅知道我的需要，他也知道我的梦想。
我在神学院的第2个学期，就第1年的第2个学期，我就考上了教育部的公费留学奖学金。2018年，我又再一次放下一切，离开台湾，到加拿大读博士班。这一次，我放下一切，扛起的是一个更大的十字架，是要回家。我要回来台湾做台湾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所以虽然我读书很慢，大家可以算2018出国读书，2025了，我还是这个博士候选人有点慢，英文也不够好，继续努力中。博士班这几年我也常常感到很无力，我也很着急。不过我从来没有害怕，因为过去20年的生命里面，上主的呼召跟带领，让我更深的体会耶稣一直与受压迫者，包括我们原住民同在。这也是我到加拿大读博士班的十字架。我要装备自己，回到家乡台湾，和我的族人们，和教会许许多多关心我的关心原住民的台湾人，一起来面对社会上仍然存在对原住民的许多歧视跟不公义的对待。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其实受到当地很多的加拿大台湾移民的照顾，那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在加拿大都是经济跟社会地位很不错的这一群人，这些台湾人兄姐，他们从来不嫌弃我的背景，他们甚至不会把对原住民的这些刻板印象放在我身上。台湾人对原住民很多刻板印象嘛，对不对？比如说唱歌跳舞算吗？真的有原住民不会唱歌跳舞啦哈。还有一个是，大家有没有听过马路英雄？有没有听过马路英雄？讲原住民马路英雄。好，马路英雄什么意思？我们很厉害吗？没有啦，马路英雄是喝酒醉倒在马路边。原住民喝酒以前是一个很欢欣的事情，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因素，让我们很多的原住民的弟兄姐妹变成了酗酒，当然不是好事。好，可是这个马路英雄，这个酗酒的这个刻板印象呢，在加拿大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我身上，反过来他们邀请我与他们同工。那我在跟他们同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学习到很多我们在国外的台湾移民的酸甜苦辣，也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怀跟支持。10多年前，我以为我放下一切，我放弃的那一刻，我却不知上主已经为我预备。我一步一步跟着主的引导，在主的恩典跟陪伴底下，我在去年回到玉神，开始跟同学们一起教学相长的日子。而我也为了主，获得了更多认识主、认识神学、认识原住民族的价值的神学生，就像渔夫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我一开始说我去这个花莲的瑞穗国小当老师。好，2000年就是这个地震的隔年当我收拾行李要离开瑞穗的时候呢，瑞穗长老教会的李长老他就很忧闷的跟我说：“老师我们现在教会没牧师你离开教会之后怎么办？”那我当时只是想安慰这个长老，我其实也没去那个教会聚会过几次很惭愧我想安慰他，我就跟他说：“长老，你放心啦，上主把我带走，他一定会带一个更适合的人来服侍瑞穗长老教会。”说完，我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过了大概1个月，我就扛着我全部的家当，我就来到台中的雾峰教会报道，开始我的灾区服事。当时雾峰教会的牧师陈荣觉牧师呢，知道我没有地方住，他就去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吉丰教会，去帮我协调了这个吉丰教会的当时空着的牧师馆。那我就短暂的住进了这个吉丰教会的牧师馆。有一天，吉丰教会的执事呢，就跑来跟我聊天，他说：“老师，我听说你从花莲来。”我说：“是啊，我刚刚搬来。”这个执事于是问我说：“不是，他告诉我，他没有问我了。他说：‘老师，你知道吗？你要来之前的几天，我们吉丰教会的蔡牧师刚刚从……这段我讲台语好不好？因为他是讲台语的你们如果听不懂，我等一下再翻译。他说：‘老师阮牧师带牧师你来前几天伊才为阮这个结红教会。’调去花莲的水尾教会，他调去花莲的水尾水尾教会。
他当时讲完了，我的眼泪停不下来，因为追杯告回就是瑞穗长老教会。瑞穗只有一间讲台语的长老教会，瑞穗长老教会。水尾追杯的中文就是瑞穗。当时2000年，台湾有1200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无心说了一句想安慰长老的话，上帝听见了。长老的忧愁跟我说：“老师，我们该怎么办？”上主早就预备了，他把我跟这位蔡牧师对调。这个对调成为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从那之后，只要我听到神的呼召，我就会告诉自己放下一切来回应。所以在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放弃过很多很好的机会，但是只有我知道，我因着放下得到更多主的眷顾，也因着放下，我今天才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作为原住民的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的这个玉山神学院呢，明年就是2026，我们将要迈入第80年了。1946年，为了46年就是民国35年，为了回应这个原住民族的心灵的需要，我们有一位台湾人牧师温荣春牧师，他也把他在西部的一切放下，来到花莲这个人称为后山的地方，回应上主的呼召，为我们设立了玉山神学院。那之前前一堂我们牧师也有讲到，另外一位我们汉人牧师，我们非常敬重的这个高俊明牧师，也在我们玉山神学院服务很多年。现在长老教会已经有超过500间的教会啊，我有写在上面。长老教会有1300间教会，但有546间原住民的教会。我们原住民的教会大部分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山上好或者是海边。我们很多的教会的能力也很有限，虽然每个礼拜聚会可能只有10个、15个，但是每个礼拜服侍的同工、讲职、牧者是数以千计。我们原住民的同工是放下自己属世的梦想，努力为主服侍。亲爱的富强教会的姐妹弟兄，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我那一天坐在礼拜堂里面决定要报考玉山神学院听到的经文。不是耶稣，是这个牧师当时鼓励我们做门徒的那段经文。我因着上主的引导，虽然放弃了我的梦想，但我的回应、我的跟随，也让我能够回到玉山神学院任教。我这一路回到玉山神学院，是见证的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他邀请我做他的同工，并且教导我什么是放下的恩典，更教导我放下了就得恩典。玉山神学院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老师、同学，还有职员们。尽管我们知道未来的挑战是更多，但我们仍然放下一切，接受主的呼召。我要再一次感谢富强教会过去跟现在的支持，谢谢您们放下对台湾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你不仅让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师职生能够持续学习，并且在主的恩典里成为你们的同工，一起服侍。在您的支持下，我们期许玉神的下一个80年能够走出台湾，跟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连结，共同为主所创造的所有住民、受造物，还有世界的和好来努力。请你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继续陪伴我们，在我们学习放下自己的同时，作为我们服事道路上更大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Janu
着高米，撒着谷米，阿勒歌着米。主耶稣，我们所依靠的，请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放下一切跟随你时，请你看顾我们，坚固我们。我们时时向您这样祈祷，愿您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